力，广州鼓励啊。这个东西先生哈，过来来看一下回忆啦哈，来加不加的这个哈，来自佛州湖，那种看到四门柜的这个声柜的动作，哦，一般的开发无可能共款，哦，让咱特别较注意的，哦，伊这个声柜的这个开发啦，其中都有这个合本进来的，哦。今日咱有真侪规划，哦，咱大家用心来个欣赏，哦，来个比较的，哦，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主要问题，哦，大概这种真完整的认识，哦。好，这基本上我哋咱的这个台南家比较他看较到的这个山头水的规划，哦。好，谢谢啊，谢谢。哦，你看伊请队的这个声法无甲来共款哦。咱这个何东湖先生，来过来5百哦。500啊，500啊，哦，500啊，来500啊，哦。这拢咱最高国的这个实实在在都重要的军事哦，500啊。掌声鼓励哈，这2首就很不容易啊，这2首的真无简单看起来这个是较高级的本土比你讲本土是这个功夫都较更上一层。好，这2个500了500了，来，雍先生雍正的雍来，谢谢。500啊，这是关节关闭哦。你看大家歌声拢免我招安尼一直拍拍到手安尼红彤彤，可是袂歹来鼓励飞腿这咱那个重点栽培。前几天都来招伊来啉2杯啊有一寡功夫看有。白河过去咱王金雄先生来，掌声来鼓励王金雄先生，这个我南部在地南部在地。
其他太多群内面吼，这个搞风格较无共款，然后较无共款的这个军套，吼，啊个白鹤过去吼，来，过来吼，咱来看一个啊，哦，咱吉罗西吼，示范一个吼，就是咱而家太多群吼，非常这个人保罗的一套推销法，吼，仙人拉怪，吼，仙人拉怪，好来，我下个歌里哦，来，来啊。冇问题哈，那都係幾多仔啲公公聽齊啦，我哋人聽得到哦，咁好啦哈，這老細有這個警棍啦，有這個特權啦啊，來，張家哥嚟哈，來，這還是仙人拉怪啊，仙人拉怪是稍微比較更高級一點的奇眉棍法。好，這個家譜。在那个看卖了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讲咱这个台南现在这个推销法通常大头推为主所以这个规划内面也是经济是大头那么双头为主这是咱大台南地区的一个特色谢谢仙人拉怪仙人拉怪，感谢好，再来是咱这个六甲六甲二甲川张信强先生来江仔来，我先来个欢迎江仔，江哥，江仔，来江仔出嚟，来，我先过嚟，来，下跪一下，是来。这个江仔原来是老西级的咱要考虑一个请棍还多请这个仙人大手。掌声鼓励。再看伊这个叫拿公拜，拿公白头拜，变化那么做早点也非常的精准这鼓看起来来，所以好多。也会讲这个也会讲。这咱江西较早原来无信的无信的传授所以连起来滚但无共款咱这而家较早无出生头的这个太多滚那个看卖的开始袂歹，掌声鼓励来。来江西谢谢来。大家咱这里完了这个老师金山山陈金山先生来掌声鼓励来，我们鼓可以不用钱今仔日咱金山西变做无共款的慢棍动手你看这个老西这种技术不好实在讲，今仔日咱西场中心真有福气就来讲，这种的鸡咱这种的鸡一个别个所在实在看无实在看无今日在咱福安乡对咱传统武术的支持，来，那么福安乡掌声鼓励来，江家过来点，那咱们少林的大大兵，为今日会旗一打，金山金山慢棍动手来，过来咱直接西里七琴，现在将个棍头2、3把套会使讲讲一下较无超过，差不多是
台湾的这个时阵的名有当赛，来，咱这个歹势，我哋苏平安咧站着，苏平安站着，来，咱再来来练一套太祖接棍，太祖的这个节目条件题，条件式，条件式老师，咱再来开始咯，很多来好朋友来，好，这个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来棍来看你总线嘛是多路总线不在乎，在，这里这个你又无当看啊！你甲看伊个屈势，伊个骹背，伊个屈势，你看有够明的，今仔日在座会使讲你超好有保比赛，咱来再看的这个是国际大会演，大家等下接下来讲来咱总线啊，非常来行的不敢，你今天我请你来专题演讲，他是公正分析非常分明，咖位非常的清楚，这个太雷集中，这个太祖接棍，这我咱太祖来这个接门接门今天咱太雷集中来几个老师来几个老师。这个条件式练比赛练比赛，我说自己的跟战咱在这新情况在今的这个武艺内容非常的丰富他们是随时今天他们的掌门人也来到了现场廖老师，给我们挥挥手好不好？那再来一个廖老师，哇，你看你大家真欢喜我太激动了，我老师很歹势啊，我都改到再说了。咱同好，我讲，这也是奇迹啦知音难寻的所以讲拳头做起来起摸啦我起摸真严来，多谢各位跟起来我来。廖先生你今天完赛有替我们带来了他们西罗的战二再来等级，因等级拢总有10几套来，过来咱在地苏平安这完来拳头笑。我们真侪功夫我也感觉讲咱太祖拳真好，真袂歹所以马来练咱的太祖拳来一练一个金贵奖跟瑜伽沈志平老师志平来，掌声鼓励苏文拳头练了才是很拖啦烫烫的咱看那种波很贵比较旧的那种模式来做这款来，掌声的鼓励来，发挥的很好连每一件事开始以外都不好这有个金贵奖金贵奖，来咱评价沈志平先生的金贵奖他配得很好
天摇地动，这口卡拢我站着都拢飞起来哦，他是无常常，哇，这书名啊，书名啊，你平常时阵拢记出来，看你正书文，我看我来日子看的，过来咱讲五大名群有高。为什么高群歹做？为什么高群少见？咱今日来看一下高群咱各位乡亲原来共同来做一个答案所以今日咱的高群是几乎没有办法独立成为一个单元那个每一个单元我们搭配一个候选今日咱来个加高群三种对啊，有三种的三种的好一个是咱台中诚信堂的这个高群台中诚信堂的高群。车高咱请罗永生罗永生来现一个这个车高，这里搞个小兵，这里搞来掌声鼓励，来掌声鼓励车高就是讲。他现在展露的是比较上盘的功夫，下盘的功夫他现在这一个趟子里面比较少，那就是罗永生罗永生，一方面是9年金牌的他就是跟这个金信堂的这个领导出来有这个车高原来是咱的传统艺术的传习者来，咱简单的鼓励咱的原来的本本的部分今日金信堂的领导出来来是很喜欢这罗永生的车高来，过来咱每一个单元。为什么高群歹做？为什么高群少见？咱今日来看一下高群咱各位乡亲原来共同来做一个答案所以今日咱的高群是几乎没有办法独立成为一个单元那个每一个单元我们搭配一个候选今日咱来个加高群三种对啊，有三种的三种的好一个是咱台中诚信堂的这个高群台中诚信堂的高群。车高咱请罗永生罗永生来现一个这个车高，这里搞个小兵，这里搞来掌声鼓励，来掌声鼓励车高就是讲。他现在展露的是比较上盘的功夫，下盘的功夫他现在这一个趟子里面比较少那就是罗永生罗永生，一方面是9年金牌的他就是跟这个金信堂的这个领导出来有这个车高原来是咱的传统艺术的传习者来，咱简单的鼓励咱的原来的本本的部分今日金信堂的领导出来来是很喜欢这罗永生的车高来，过来咱每一个单元感谢一下感谢一下谢谢我大家看了我的欢喜啦欢喜今天头这是福安乡的咱这超人咱的福安乡这个超人镜头讲安尼有笑型安尼阮就放心啦大家中岛无啥问题中岛一定无啥问题这 OK 无啥鼓励注意讲 OK 来，再来是迎春迎春跟白春通常是拢连做伙迎春跟做关都太多人的这个关都所以呢是迎春门来做一下鼓励来开始关刀接着咧甲各位介绍，这套这个关都是咱台中老塑化斋吕宗吉叫价这个看家本领是金丹点的这个单牌的这个大刀单牌这个大刀来，大家好啊，影响来。大家增加了口味，你快没干的就现在跑跑介绍。
咱总监讲了较是真对吼，就是这套大道内面的感情袂较真多吼，无白出手，无白出手吼，你这个做法安怎行，安怎做，安怎收，吼，拢有伊的效果伫内面吼。那应该那就是你以前我们不是闹着玩的哦，你这个高音出啊。所以一定要有效果的哦。这个蓝牌大刀，我尽量去看哦。对，所以咱杨先生的这个大刀来去参加比赛拢真棒哦。即咱特别介绍就是咱泰斗哦，因为咱台中丰原老塑化斋哦，真出名的一间景点哦，老塑化斋的这个六甲。吕松植老师哈，一开始好功夫啊，好功夫。那么伊当年啊，有经过台北五大桥哦，练过这个太祖棍哦，所以啊，伊的这个关刀跟后面啊说太祖关刀哦。来，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我们杨建清先生的这个太祖关刀啊。过来是黄龙正先生的大刀。我就哦，更加不过地下。来哦哈，太灵馆哦，咱在讲过的哦，这个咱台中的这个人才啊，今晚话咱台中的这个宝贝斋啊，来高姐来，快点快点来。这个咱南部讲的是大刀哦，咱南部讲的是大刀，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兵器啊，特别宋江镇里面都有哦。那么他们的这个大刀啊，是冈山高雄冈山的这个传承哦。他这个表演者哦，黄先生哦，咱我们做个好酒退休的咧，不简单哦，搁有人大刀哦，来，过来就是因军吼这门的这个推销法吼，这是咱大头水啊真重要的一个重镇吼，然后这个是咱刘安泰吼，来刘老师的启蒙吼，大头水啊启蒙。这个看咱这个龙山石狮的这个大头条啊，比你搞能对啊，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的功夫另外一种的功夫咱大家都爱来个欣赏，爱来个了解这是另外这个是石狮的孙啊，就是咱的这个嫡传陈景松老师陈老师的这个戏门有水。第二个戏嘛石狮的这个孙啊陈景松为我们示范戏嘛。咱刚才的公告施工了，这真正我想我们国招感觉真正拢真难行咱在地欣赏的水准真悬咱那个看伊的开伊的收拢袂咁真济不过我特别的注意咱这个议员甲区长看较中用心的看甲会使讲目不转睛我看到真欢喜，我看咱透动然后议员甲区长支持我看咱透动咱真多无可说量，我议员咱好功夫有头到议员有招讲招咱去因兜啉
希望咱苦力感谢一下吼，甲咱好汉这个苦力感谢一下吼，希望因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吼，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吼。那头拄你讲到就是讲咱的这个大头推啊吼，今仔日吼咱在座真侪老师、真侪专家、真侪高手吼。但是来讲到这个大头推啊，咱光山这个业界的这个执行的大头推啊吼，那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吼，真有可能啊，是咱台湾大头推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吼，伊是直接对泉州的南湾吼来到咱台湾吼，来到咱台湾呢就保留伫台湾，即摆去大陆找无这种推啊员，找无这种大员吼。所以头早特别来各位报告就是讲，咱今来看新济推啊员，但是因这个推啊员吼，我看咱这咱济，但是你若低某叫占着全温落去哦，顶早业师就是一个疑问来时吼，低某来占着全温去哦，所以这个两地的人吼是无共款的人吼，好，再来就是因为系列带来吼，这个樱村吼系列咏春的这个拳术吼，来抽的是华冈吼林阳。各位同心吼，咱会当看到讲，其实啦，伊这个樱村的这个军训内面，真侪和咱态度吼，嘛非常的接近吼，一个手法，一个骹尾，一个发力，吼，其实拢有强项，吼，就是这个男少年的这个做出来这个情形吼，这樱村的画家，过来冰英哦，冰英，咱杨正清。杨先生的冰音啊，来，咱这人大都有这个。咱头早甲各位报告讲啊，咱时间太多群吼，咱南部不是对的太多群。请群啊，做专攻热州，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请法子，但是专攻热州。那么因这门的这个请群叫做河边万地，河边万地，那么请群就是基本的功夫里来的啦，你这个群啊请会出来，就表示讲你这门的功夫啊有一定的水准啦，比如讲，咱这个五刀群，泉州五刀群，因咧叫做六步头，咱地门五刀群叫做八步头，那么真正下面咱看这个黄王燕老师，今年这个春秋另外一种请法，不共款的请法，所以这个请群的学问真多哇！来，葛冰香冰英杨天健老师来，这个话呢这个因为这个英村黄龙镇黄校长边辉泰，来大家拍声鼓励来，边辉泰。这是咱公山开赛开赛的这个传承，并且英文当然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不只是基本形态不只是基本形态。这个黄校长的联会看来，咱这个英文过来咱小一下就是开赛这个后生刘安泰刘老师刘老师来给咱练一个跪下。
好，这样说好美万的哦。这盘的樱村是规大盘规大盘，非常完整的传承就是咱樱教斋当天时啊，日本时代樱教斋是咱台湾的非常有名的这个不是讲樱教斋的这个根基那么樱教斋的这个菜啊叫做海菜那么海菜好吃，就是咱这边的为咱各位示范的这个刘安泰刘老师会想这个刘老师我们刘老师当年也是官拜上校也是校官高级校官好，再来是咱丰原东山洞的这个也使讲是樱村河那么咱个目前跟跳做两个部分就是是樱村的部分，那我来看一下原始的